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现代生活物质的诱惑，会当讲是济济。来降低依赖物质享受，这嘛是一款的修炼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有读有第二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讲，有就是用婉转的话甲人讲的意思，嘛有引带驾驶买歇的意思，咱讲是引诱。那现代台语字典解说讲，这个有就是以代志来成人注意，或者是打动人心，咱讲是诱因或者是诱惑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诱惑，代表是迷惑、诱拐；第二个词就来解说诱拐，这个意思是引诱，也有拐骗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食毒会害人的人生过乌有去，心头了定，千万唔通互人诱惑。若无受到毒品诱拐，到知影后果就已经伤过慢啊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有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